拜禮，拜天拜地拜神明。睇下我哋嘅獅王點樣去上妝。接昂千秋，360度漂移，拉拉手掣，架車飆飆，即係點啊？型咯！有驚無險過咗幾個山峰，前面仲有幾個更高嘅山峰，睇下點樣過去先。我哋嘅獅王摸摸計，諗計，肯定有辦法嘅。我哋嘅獅王都唔喐啦，大家俾啲掌聲佢啦。嗱，我哋嘅獅王有靈性嘅，佢聽到嘅，佢同大家打招呼，多謝晒，我會加油嘅，我會努力嘅。連續飛躍，金雞獨立。單裝四腳磨轉180度，係一個高難度動作。一氣呵成，連續完成幾個高難度。
我哋嘅獅子唞晒大氣啦，攰就唞下先啦。我哋嘅國際舞台高裝嘅比賽必須最少完成5個高難度，就1.5分，多一個就加0.1，直至10個以上就2分滿分。獅尾掛裝拍片，睇下有冇食物，原來都係冇喎。連續飛躍幾個山峰，終於發現咗食物，原來就響腳下，發現唔到原來。採到食物之後，就放低安全地方，慢慢去食，慢慢去品嚐。睇下前，睇下後，睇下有冇猛獸去襲擊，去同佢搶嘢食。大啖食，大啖食，真係好好食。食完就諗計點樣落山嘞喎。正所謂上山容易，落山難。